人工輔助呼吸。人工輔助呼吸 （artificial ventilation） 主要分為兩種，分別係侵入性同非侵入性。侵入性人工輔助呼吸係一種喺病人無法自行呼吸嘅時候使用嘅維持生命治療，經口插喉或喺頸部開口放入氣管導管，並接駁呼吸機，幫助病人呼吸。喺某啲急性或可逆轉嘅疾病情況下，呢項治療可以暫時維持呼吸，爭取治療時間。然而，呢項治療具侵入性，插喉同使用呼吸機可能造成口腔、喉嚨或聲帶受傷，增加感染同其他併發症嘅風險。通常需要鎮靜，喺治療期間會影響說話同進食。對於晚期病情無法逆轉嘅病人，侵入性人工輔助呼吸未必能改善整體病情，甚至可能延長臨終過程。因此，喺考慮是否適合晚期病人使用嘅時候，需根據病情預後、個人價值觀同意願審慎考量。另一種係非侵入性人工輔助呼吸 （non-invasive ventilation）， 簡稱 NIV。透過正壓呼吸面罩接駁呼吸機，喺唔需要插喉嘅情況下，協助病人呼吸，減輕呼吸困難。非侵入性呼吸機主要用於幫助呼吸困難嘅病人，例如急性呼吸衰竭、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發作，或者肺炎患者。呢一種技術係唔需要插喉嘅，對於病人嚟講，個侵入性係相對低一啲。亦都可以改善到氧氣供應，同埋增加肺部嘅換氣能力。NIV 喺特定急性病發時可以穩定病情，為其他治療爭取時間，但並非適合所有病人。例如，對於末期嘅病人，當病情已經去到難以逆轉嘅階段，NIV 可能只會延長不必要嘅痛苦。使用 NIV 會唔會有咩風險㗎？NIV 喺某啲情況之下的確可以幫助病人，但可能會引起以下嘅併發症。長時間戴住面罩可能導致面部壓力點位置出現紅腫或者係皮膚損傷。另外，因為氣流可能會進入胃部，導致病人會感到腹脹或者係唔舒服。另外，持續嘅氣流可能會令到鼻腔、口腔或者係喉嚨乾燥，導致不適。此外，部分嘅病人可能會因為面罩嘅壓迫感而感到焦慮或者係唔適應。使用 NIV 期間，醫生可能需要頻密抽血，以監察血液中氧分同埋二氧化碳嘅水平，用作調整呼吸機嘅度數。咁頻繁抽血都可能會導致不適嘅。NIV 治療效果同影響因人而異，需要根據病人嘅身體狀況同個人目標進行評估。透過預設照顧計劃同預設醫療指示，病人或家人係可以同醫護人員商討佢嘅意願，確保醫療嘅安排符合病人嘅價值觀，喺生命嘅最後階段保持尊嚴。趁而家自己仍然擁有自主做決定能力嘅時候，同屋企人、醫護人員溝通，並委託一位代理人喺你失去精神行為能力時候執行你嘅意願，確保你喺最後嘅日子獲得適合自己嘅照顧。如果病人而家已經失去咗自主做決定嘅能力，但同時未有預設照顧計劃或者係預設醫療指示，屋企人都可以同醫護人員商討，為病人設立預設照顧計劃嘅。